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5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155天。迪波老人没能把乌军从库尔斯克赶走，反而招来了更多的乌军这一下麻烦大了。现在这个战场上的视频满天飞，我想大家恐怕都看了很多。这个乌克兰的总参谋部他发了个总结这5个月库尔斯克战役的这个成果。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报告称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库尔斯克州开展了为期5个月行动，迫使俄军在该方向部署了大量兵力。总参谋部称自库尔斯克行动开始以来5个月中，该方向的俄罗斯总损失已超过 3.8 万人，其中约 1.5 万人死亡。总参谋部还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行动始于2024年8月6号，是对抗俄罗斯侵略的下一个阶段。在11年的战争中，他把那个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打了8年也算在里面。他认为是11年的战争战斗首次转移到俄罗斯境内。报道称他说此次行动主要目的是防止俄罗斯在苏梅州发动进攻，并建立一个缓冲区。这个迪波老人特别喜欢建缓冲区嘛，不光迪波老人就是俄罗斯人对建缓冲区有执念。当然了，迪波老人把它称之为叫卫生区，反正意思都一样有个国家一大块领土是吧？这个草原也被苏联给它划成缓冲区，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国家很多这个俄粉还天天跪舔这俄罗斯人，你说这个奇特不奇特吧？胡锡进老师说我们要活在当下，不要活在过去的仇恨之中这是特指俄爹。当然对小日子的不行了，小日子的仇一定要记住，到期到点就得教育。你看加德老师说了，谁要提俄罗斯过去那就是破坏俄罗斯和大国的关系，就得枪毙。你看看，但是日本的这个咱们要警钟阐明，这些这个头部黄俄也是很奇葩呀。这下乌克兰人叫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你不是喜欢搞缓冲区吗？我到你俄罗斯搞一个缓冲区，就问你服不服？现在在库尔斯克这缓冲区越搞越大。这个乌克兰总参谋部说他说这迫使俄罗斯占领者将大量资源转移到库尔斯克州，削弱他们在其他前线的阵地。总参谋部指出俄罗斯被迫向朝鲜紧急求援，朝鲜向俄罗斯派遣了近 1.2 万名士兵，其中约4000人已被消灭，一些部队已丧失战斗力，这1/3已经被消灭了，太惨了。还有一些部队已经丧失战斗力，只能后撤回去养伤去了。就在库尔斯克说乌克兰士兵摧毁了104辆坦克、575辆装甲车、1104辆汽车、330个火炮系统、12个多管火箭炮系统、12个防空系统、1架飞机、3架直升机、859架无人机和32件特种装备。这次行动中，乌克兰部队俘虏了860名俄罗斯军人，大大补充了交换基金，这使得被关押在俄罗斯监狱中的数百名乌克兰保卫者得以返回家园。我觉得乌克兰人这一点非常好，他们并没有瞧不起那些被俘的乌军，他们处心积虑的想着要把他们营救回来。这跟那个苏系国家不太一样你看那个朝鲜士兵身上揣着那个叫什么指示那都是一旦被俘或一旦受伤就自杀，千万不要成为俘虏，对吧？你一旦成为俘虏就完了，你全家都完了，对吧？很多国家都这样。那俘虏那是一点脸都没有，仅仅因为自己被俘虏了，所以你以前的什么英雄事迹一笔勾销，你以前的浴死奋斗，对吧？这个冲锋那都化为乌有。所以我觉得你看乌克兰人大大方方的谈这些，他们想办法抓俄罗斯士兵，抓完了之后把自己的士兵交换回来。这个说来说去就是把人当人看，人不是工具。迪波老人就不一样了，迪波老人说这些都是耗材，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我每次看这个，不论是泽连斯基还是这个乌军的高层，他们这种心态他们心心念念的惦记着他们被俘虏的乌军士兵并没有觉得被俘虏是个非常丢人的是他们不称职，是侮辱。当然了，黄俄他对乌军在库尔斯克他理解不了，因为他们觉得缓冲区怕什么呢？对吧？面积这么大，你给他一块，谁让他是俄爹呢？你为什么要打呢？所以他们激进污蔑之能事就在那污蔑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这行动，又是去叫送肉上门，又是去让人家包饺子，又是一脚油的事那这都是临死之前捞根稻草分分钟就被俄军给圈监了5个月这个圈监的时间确实有点长。现在乌军越来越多，现在你看看媒体上这个简中媒体全部是在报道这个乌军的库尔斯克这次战役已经失败了就像2024年8月6号乌军进入库尔斯克以后格拉西莫夫说的一样乌军已经被摧毁，他们已经被击退了，结果退了5个月还在。这些黄俄跟他俄爹
是一个德行。现在啊，媒体啊提这个库尔斯克的这个朝鲜士兵啊，明显的已经频率啊变小了。那阵子不像去年10月、11月，天天都有关于朝鲜士兵的这个报道。最近几天啊，好像朝鲜士兵已经消停了。当初吹的啊，这个朝鲜什么特种部队、特战大队由他们加盟，这个俄军啊一定能所向无敌啊，一定能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当时咱们就说了啊，这个朝鲜部队啊，它跟那个车臣的抖音部队实际上是一样的，花拳绣腿。现在是现代化战争啊，不是过去啊拼那个队列啊，拼造型，不是在那拼什么油锤灌底、胸口碎大石、单斩劈砖呢，也不是比那些射击看谁打得准。现代化战争现在都已经是无人机为主了，那朝鲜士兵的无人机都没见过，他哪来的战斗力？所以被打垮也很正常啊，根本就是降维打击啊，对吧？当初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这些黄俄是不是都在吹啊？叫车臣出征，寸草不生。结果呢，把这车臣的抖音部队啊给打成督战队了，打成这个叫什么治安部队，就负责在这个占领区啊后方啊维持治安，搞一搞什么俄乌亲善，扶这个乌克兰的老奶奶过马路，哎，给这个乌克兰的那些人发点米面粮油啊，都干这事。要么就是督战队。这个朝鲜士兵也一样啊，上战场之前吹的呢是神乎其神，结果一上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个泽连斯基说啊1月7号啊，在俄罗斯南部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中，俄罗斯和朝鲜军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啊！昨天和今天在库尔斯克地区一个村庄附近的战斗中，俄罗斯军队损失了多达1个营的朝鲜步兵和俄罗斯伞兵。也就是乌军这次啊攻击的矛头啊指向这个库尔斯克苏贾市北边的那个叫什么比尔丁那么一个地方，那个就是车臣阿赫迈特特种部队那个防区啊，那个指挥官叫阿劳迪诺夫啊，就在那儿啊，他的武器主要是话筒和麦克，每天接受啊这不记者采访，主要是啊俄罗斯媒体和这个凤凰卫视的陆曙光啊，每天吹嘘他的战绩，然后在那摆造型啊。这次乌军啊是直扑那儿，恐怕有的这个抖音部队啊，有的罪受啊，说最狠的话，挨最狠的揍。普京啊1月7号参加这个东正教圣诞节期间啊，普京还是没有办法向俄罗斯人交代，就他得向俄罗斯人说明这个库尔斯克，因为很多库尔斯克人呐在那儿举着牌子呼吁啊普京赶紧停止战争，对吧？他们想不到这个特别军事行动怎么搞到俄罗斯领土，怎么把俄罗斯的库尔斯克还是占了，俄罗斯人想不明白，普京得给他们一个交代。所以在1月7号啊东正教圣诞节期间啊，这个普京再一次庄严的向俄罗斯人承诺，他将把整个俄罗斯和库尔斯克归还给俄罗斯人民。你看看，但是没有加期限啊，什么时候归还不知道，但是他发誓了，库尔斯克一定会回到俄罗斯的怀抱。这个也粉碎了啊那些黄俄一天到晚叫嚣的什么乌军啊，马上就被赶出这个库尔斯克了，乌军在库尔斯克，对吧？这个地盘越来越小了。你看看地堡老人庄重的向俄罗斯人承诺，都不敢加日期，这黄俄就能随口加个日期。同时啊，这个乌军对俄罗斯的这个各个地方这个炼油厂啊、油库、军事设施轰炸呀也没有停止。这个央视新闻报道啊，他说当地时间8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和乌武装部队无人机系统部队采取联合行动，袭击了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市的一座油库。袭击后，附近发生多次爆炸，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军方称啊，该油库为俄航空基地恩格斯军用机场提供燃料。那个所谓的恩格斯2号军用机场，就是俄军啊经常起飞轰炸机和那个叫什么图95吧轰炸乌克兰。现在它的燃料库啊被摧毁，恐怕这个对俄罗斯空天军啊打击不小。这个战争研究所啊分析人士说啊，他说乌军在黑海的行动显著削弱了俄罗斯对暂时占领的克里米亚的控制。乌克兰的努力有助于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地位。乌克兰正在为解放半岛做准备。第21战略全球研究中心安全项目负责人帕夫洛拉基楚克指出，克里米亚高度依赖3个主要路线：克赤大桥、港口以及穿过别列科普和琼加尔的北部路线。封锁这些路线可以孤立半岛。俄罗斯黑海舰队已经丧失战斗能力，正在努力保存资源。这是战争研究所的分析人士认为啊，乌军啊现在很有可能要打击这个克里米亚，也就是要封锁
啊，这个一个是港口，一个是克里米亚大桥要给它摧毁，还有一个就是从扎波罗热铁路线啊到这个克里米亚，它走那个北部啊，这琼加尔一个大桥，那个大桥以前被炸过啊，炸完之后它也修好了，所以很有可能要彻底摧毁。显然啊，这个俄罗斯方面是有所准备的，所以这个格拉西莫夫啊，他把那个最新成立的 S-500这个防空导弹团呢，给部署在克赤市，它一共是12个发射单位，就在那儿保护克里米亚大桥。哎，这是最先进的啊，它放在那儿，就说明他们也认为这乌军随时要轰炸这个克里米亚大桥。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与国际援助。美联社报道啊，他说啊，拜登政府将于1月9日宣布对乌克兰最新军事援助方案。该机构称啊，新方案将意义重大，但不会涵盖国会批准的对基辅的全部40亿美元资金。什么意思呢？也就是1月9号啊，要在德国叫拉姆施泰因呢，也举行这个援助乌克兰这个例会，反正定期在那开会，乌克兰缺啥，协调怎么样给乌克兰援助。那么就在这个1月9号这会上啊，哎，美国宣布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哎，这将是拜登的最后一揽子援助计划。他说这些武器将从美国现有的库存中提供，以便乌克兰能够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之前收到他们。哎，担心特朗普一上台破坏啊，对吧？你把你这些武器得扣一下。莱茵金属公司已确认开始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生产和交付黄鼠狼步兵战车，说第一辆步兵战车已于2024年年底交付给乌克兰，现在武装部队正在那里进行测试，以便尽快订购批量生产。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告诉记者说啊，我们必须继续以同样的力度帮助乌克兰。这个莱茵金属啊，他在乌克兰建造了一家生产黄鼠狼步兵战车的工厂，就在乌克兰生产。这个英国的下议院呢，呼吁英国政府调查如何与盟友一起扣押冻结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并将其交给乌克兰用于其防御。这个议案啊已经获得通过，也就是英国啊到时候他会执行冻结扣押的俄罗斯资产，把它转移给乌克兰。这个英国人啊明确表态，他已经走在前面了。我们看看这个媒体报道说，乌克兰啊2024年乌克兰的贸易额已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乌克兰出口了近1.3亿吨商品，价值超过410亿美元。如此高的货运量得益于海上走廊和港口的运作。2024年港口的货物吞吐量超过9700万吨，这个可都是在俄罗斯的导弹的轰炸之下取得的成果啊。所以说乌克兰是越打越强啊。那你看看俄罗斯面对什么环境呢？首先啊，乌克兰已经把俄罗斯的那个天然气管道给它断了，不再续签了。这还不够啊，乌克兰接下来要切断俄罗斯向欧盟输送石油的管道。乌克兰议会现在开始要求禁止俄罗斯石油向欧盟的过境，该合同原本应该持续到2029年，但是啊，乌克兰有这个拉达的这个议员呢，起草了一项决议草案，提交到最高拉达，呼吁泽连斯基政府立即终止合同。就是乌克兰有议员啊，人家起草了这个议案，要经过拉达讨论呢，投票，一旦生效，那就要泽连斯基执行啊，执行什么呢？就提前终止这个石油的过境运往欧盟。你看，这是又拔掉一根啊俄罗斯的氧气管，这还能扛得住吗？1月8号的消息啊，说塞尔维亚陆军总参谋长叫莫伊希洛维奇将军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啊，说塞尔维亚已终止了部分从俄罗斯供应武器的合同，直到世界局势正常化。莫伊希洛维奇说啊，至于俄罗斯联邦提供的武器，目前几乎不可能。我们终止了一些合同，并推迟了一些合同，希望全球层面的国际关系局势能够正常化，并允许协议得到执行。塞尔维亚陆军总参谋长指出啊，塞尔维亚正在努力寻找目前情况的出路。他说啊，俄罗斯武器在世界许多国家服役，并在许多国家获得许可生产，因此塞尔维亚军队正在寻求维护其军事装备的方法。这个塞尔维亚的武器旗再一次背刺普京啊，也就是塞尔维亚不从俄罗斯买武器了啊，等到以后啊局势稳定了再说。也就是说，等你俄罗斯跟乌克兰你打明白了，到时候我再看。现在啊，反正不买你俄罗斯的武器。你看看啊，这个塞尔维亚不是买了法国的幻影2000那个战斗机吗？对吧？他没有买俄罗斯的，买了法国的，这实际上已经表明态度。那么在塞尔维亚已有的这个俄式武器怎么办呢？你也不能让俄罗斯人来维护，要保养维修。这个塞尔维亚陆军总参谋长说了，全世界有很多国家他们也在生产俄式武器，他们也生产
许可证啊，就他们也能来维护，我请他们来维护，不让你们俄罗斯人来。1月8号啊，俄新社消息说，美国司法部没收了俄罗斯商人在迈阿密的公寓啊，据称这些公寓属于俄罗斯商人叫佩列瓦洛夫，因为这2处房产在出租时违反了对其所有者实施的制裁。也就是说啊，这些俄罗斯的这些富商啊，只要他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恐怕都在制裁之列，把你的财产没收。我想到了，加州老师还是要谨慎啊，毕竟在美国买一套小房子不容易啊。如果你在无脑支持这个俄爹，给美国人把你房子没收了，犯不着啊，对吧？毕竟你的软肋被美国人抓着呢，对吧？家属都在美国，房子也在美国，所以说话还是小心点。我们再看看这个芬兰啊，芬兰现在是对打击大俄啊，那是非常来劲啊，非常上心啊。因为芬兰是对俄罗斯最强硬的国家，苏芬战争啊，芬兰赢得了战争，但是因为实力悬殊啊，被迫失去领土，这个仇不报，芬兰人睡不好。他跟那个加州老师胡一进老师不一样，这个1年多来，芬兰海军查扣多艘油轮，严密的封锁让俄罗斯运输石油的影子船队根本无法通过波罗的海运出一滴石油。说在2024年最后一天，芬兰还声言，如果胆敢擦枪走火，芬兰军队将进入对方国土。这芬兰人打俄罗斯人那是有传统的啊，心理上有优势啊。不要看说毛子是什么战斗民族，你跟芬兰比还是稍微差一点。这个俄罗斯的坏消息又来了啊，这又是路透社报道啊，他说大国最大的港口运营商之一叫山东港务集团宣布了这些限制措施。什么限制措施呢？就是这些港口啊加入对俄罗斯影子船队的制裁。该集团管理着山东省的港口，从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进口的大部分次级制裁石油都来自这些港口。该公司禁止美国制裁名单上的影子油轮在该省港口停泊、卸货和提供其他港口服务。该省是大国主要工业中心之一，大家都知道山东的沿海那个炼化非常发达的炼油厂啊，然后大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啊，都是大部分运到就是山东这个几个港口卸货。结果你看看啊，这些港口啊管理集团已经加入了对俄罗斯影子船队的制裁，也就是你不准你就是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这些船呐，你不能在我这港口停靠，你也不能在这儿加油，就是加水、生活物资补给啊，更不能在这卸货。你说这个让加州老师还有胡一进老师情何以堪呢？啊，就这么对俄爹，这不好吧？不知道这些小黄鹅作何感想？这个不靠谱的特朗普啊，果然改口了啊！美联社报道啊，说特朗普说啊，普京想和我见面，希望6个月内结束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月7号，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召开新闻发布会，当被问及他计划何时会与俄罗斯总统会面时啊，讨论乌克兰战争时啊，这个特朗普说啊，我不能告诉你，就是不能告诉你具体时间，但我知道普京很想见面，也就是普京现在求着要见特朗普。然后这特朗普就说啊，他说我希望有6个月的时间，然后就说不，我想啊，我希望远少于6个月，也就是这记者啊问他能不能在半年内解决俄乌冲突时，特朗普说啊，我希望少于6个月。你看看，跟他说上任这个24小时停火，就完全大相径庭。所以这个特朗普啊，竞选的时候多次夸下海口啊，24小时解决，纯粹就是竞选的需要。我记得当时节目咱们都说过了，对吧？他当总统之前说的什么，你听听就好。当了总统之后怎么做，恐怕是两码事。特朗普啊，到现在为止你都不好预测。我看有网友留言啊，说我反对特朗普，什么支持哈里斯，这典型的脑残言论，这个就是典型的二极管，对吧？我每次做节目基本上都会说，我反对特朗普是因为特朗普可能他不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我只是反对他这一点，其他的我无所谓，对吧？至于他跟大国关系，那些换谁都差不多，背着一般沉啊。我反对特朗普，因为他在支持乌克兰这方面有不确定性，他跟哈里斯不一样，哈里斯那肯定是确定性，他会一直一如既往的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就这点区别。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听的，对吧？至于特朗普搞什么政策啊，加关税，对吧？又是这个又是那个，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我一再强调，我不关心美国人他妈谁选上，跟我也没关系，我不是川粉，我也不是拜登粉，所以这些人他们脑子有毛病，对吧？最终特朗普上台以后，他会采取什么政策，对吧？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会是什么？
什么样，现在还不好说啊。而且啊，即便他上台以后，他也会变呢，对吧？他1月份是这样，2月份说不定变成那样，2个月以后又变成这样，你能搞得清楚吗？对吧？谁能想到特朗普上台了，他要那个什么格陵兰岛，他要什么巴拿马运河，他要什么加拿大，并到美国，你也不知道他是开玩笑的还是认真的，对吧？这谁能想得到呢？俄罗斯的一个调查机构啊，他发布一个网络调查，说啊，如果北约军队空降莫斯科，包围克里姆林宫，你会挺身而出保卫克里姆林宫吗？这个问题啊，一共是2838人参与，选择保卫克里姆林宫的有4%，有23%选择不去，还有73%的人居然选择去帮助北约。你说这不乱套了吗？这不就相当于当年，对吧？京城那些老百姓给八国联军递梯子嘛，帮他们扛梯子，帮他们带队带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啊，因为俄罗斯国内现在是举步维艰呢，通胀非常厉害，黄油还俄罗斯人都吃不起了，又少又贵。俄罗斯的普通民众现在日子越来越难过，没有钱，物价还在。这个德国媒体啊报道说啊，说俄罗斯人因缺乏伏尔加而对普京不满。这个俄罗斯人好喝酒啊，酒是这个俄罗斯人这个必需品啊，跟粮食一样。就俄罗斯居然伏特加还缺少，说明俄罗斯的这个就是劳动力啊短缺，它主要的劳动力啊都去这个军工生产线上生产军工去了，还有一部分呢在乌克兰变成耗材，这有80万呢，所以它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短缺恐怕导致俄罗斯这个圈内基本的食品恐怕供应都是问题，伏特加都供应不上了，这不是要俄罗斯人的命吗？所以这个仗啊，如果就这么打下去，这俄罗斯恐怕2025年都过不完了。普京在这个东正教圣诞节上说啊，会把俄罗斯什么还库尔斯克还给俄罗斯人民，这要改一下，还给俄罗斯人民10几个俄罗斯。这个普京啊很快就要做到。好，这个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会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